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秒懂新聞。今日6月30日係宏福苑業權收購第一批優先選樓資格嘅最後限期。根據房屋局下午發稿，表示截至上午已有共1698戶，即85.6%宏福苑單位的業主交回建議信。當中宏福苑 A 至基座有1481戶已經交回，佔7座單位總數85.3%。宏志閣則增至217戶，即87.5%已交回。呢個數字顯示大部分業主已經作出決定，但同時亦反映咗方案背後嘅複雜情況同爭議，實在值得我哋深入睇清楚。回顧背景，去年11月宏福苑大火造成嚴重損失，政府推出長遠居住安排方案，先針對 A 至基座提出收購業權，收購價以實用面積計算，未補地價單位每平方尺8000元，而補地價單位每平方尺10500元。業主可以攞現金自行置業，或者參加特設銷售計劃，以現金或樓換樓方式選購資助出售單位。計劃提供接近3900個單位，之後因宏志閣納入再額外增加496個，並提升大單位比例。當中房委會在大埔園區頌雅路西項目就提供約1500個大單位，盡量照顧原本宏福苑居民嘅居住需要。上星期五6月26日，政府見宏志閣有193戶，即77.8%。業主簽署接受信件，超過75%門檻，就正式將宏志閣納入同一方案。宏志閣雖然未受大火直接波及，但居民一樣面對心理陰影、維修管理費嘅不確定同物業價值問題。政府表示呢個安排可以俾佢哋重置居所。宏志閣業主同意出售嘅，預計10月15日或之前簽買賣協議，額外成本約10億元。政府會申請撥款。而家第一批優先選樓嘅限期就係今日。房屋局呼籲想優先揀樓嘅業主今日或之前交信。交信方法包括郵寄、親身交何文田房委會總部收集箱，或者透過簡說專隊。所有有意出售嘅必須喺8月31日前完成。宏福苑居民心聲其實好多元化。有宏志閣業主例如胡伯接受訪問時表示，住咗40幾年，覺得方案務實，任何價錢都接受，希望盡快解決安置。亦有人表示方案俾佢哋放下心頭大石，可以計劃新生活，尤其考慮家庭開支同單位選擇。但同時有居民猶豫，住咗40年，視為一生嘅家，唔捨得賣。呢種複雜心情之下，好多人都希望先有足夠資訊同程序參與先作決定。例如居民早前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討論維修、保險、管理費同其他細節，但至今未有實質實現。247戶業主4月底已經聯署向安管理公司申請延期，被土地審裁處駁回。法定期限6月13日已過，但至今仍未開會，只表示正研究判決同物色場地。合安表示，正核實不少於5%聯署業主身份，聯絡逾350戶未能聯絡單位，同物色可容納至少1000人，適合週6日持續開會6小時嘅場地。呢個延誤令部分居民覺得資訊不足，難以安心決定。更有官員如麥美娟表示，就算開咗業主大會，都唔會討論個別業權買賣事宜，因為根據法例，大會主要處理屋苑整體管理事務，個別出售屬私人合約範圍，以免越權。呢點更加令居民對程序感到困惑同失望。事實上，居民唔想賣業權，但最終無奈決定賣嘅例子好多。有宏志閣黃女士原本計劃搬返單位居住，覺得地段寫意，但考慮到仔仔升大學、開支大、樓市情況同特設計劃單位選擇，最終轉為接受收購。最近忙住睇樓，呢類無奈決定反映好多家庭面對現實壓力，雖然情感上唔捨得，但都選擇咗收購嘅方案。同樣令人關注嘅係居民同傳媒多次要求公開受災樓宇嘅驗樓報告或結構評估報告，但房屋局至今拒絕披露。明報記者早喺5月5日根據公開資料守則向房屋局索取資料，房屋署其後喺6月4日回覆，需尋求法律意見。
自6月29日，房屋局正式表明唔會披露。局方解釋，火災後，局方及房屋署結構工程團隊聯同香港大學專家，以測試受災樓宇材料樣本，初步顯示冇即時倒塌危險，但火災後受損混凝土更易老化，加上風季、雨季同颱風季節來臨，受災樓宇結構安全仍需持續監測，故分析同評估仍在進行中。局方引用公開資料守則第2.13A 條，指披露不完整或未完成嘅分析，可能會令人產生誤解，或剝奪部門發布資料嘅優先權，因此決定不披露。呢個過程已超出守則一般51日回復時限。有居民批評呢個解釋唔合理。如果至今未有完整驗樓結果，就唔應該勸居民賣樓。質疑數據是否不利收購先唔敢公開，影響知情權。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都指出，樓宇冇倒塌唔代表適合居住，認同報告有需要拎出嚟，有助釋除疑慮同幫助游說餘下未簽信嘅業主。與此同時，政府對收購方案嘅定位亦引起關注。早期強調方案自願，冇強制意圖，但最近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明確表示唔會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少數業主唔賣，絕對有可能明年立法收回餘下業權，補償可能較現時低。呢個由純自願到可能強制嘅轉變，難免令部分未決定業主感到壓力同不確定性。呢個轉變唔單止係策略調整，更反映政府面對高達80%以上接受率後，開始考慮如何處理剩餘少數，以確保整體重置順利進行。居民同網民意見好多，有人覺得政府轉變太快，增加心理壓力，擔心最後冇得揀，質疑呢個強制立法收回業權嘅方式損害信任。亦有人批評呢種做法可能挑戰基本法私有產權保障。未來若真立法，可能面對司法覆核風險。當然，亦有網民認為，如果少數人阻住大多數受影響家庭重置，立法作為最後手段係必要，以平衡公共利益同個別權利。雖然政府仍強調現階段以你情我願為主，但未來走向已較清晰。呢個轉變成為討論焦點，反映咗災後安置政策嘅深層矛盾。整體嚟講，宏福苑收購雖然進展順利，但背後嘅爭議同討論反映咗災後安置嘅複雜性、透明度、程序公正同居民知情權係唔可以忽視嘅關鍵。今日限期將至，未決定嘅業主可以聯絡解說隊了解詳情，作出最適合自己家庭嘅選擇。希望有關方面繼續跟進，俾每位家庭公平同清晰嘅交代。各位朋友，你對呢個方案同相關爭議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記住 Like、Subscribe 同開啟小鈴鐺，繼續關注發展。多謝收看，下次再見。